食食。阿母伊想起，才会甲我发，叫我明仔载暗顿进前拢袂用食物件。啊，毋过你是头家的新妇，起码阁有心地的，哪会想这款的罪？哦，无怪哦，伊爱我缀你来，爱我监视你，看你食物件。就算讲你无甲我监视，我嘛袂去偷食物件。我做毋对代志，互阿母处罚，这本来就是应该的。家有家规，咱互是大人教示，本来就应该爱遵守啊。假使我若是偷偷去食物件，安尼就更加毋对啊，嘛互阿母有话通讲。讲来讲去哦，拢是咧去食害你的啦。啊，你若莫管你的代志，都袂像即马安尼啊。因祖孙仔看起来足可怜的，毋管啥物人看到，拢会甲因斗相共。真可惜，我无迄个能力。假使我若有钱，我一定要办一道做青草的饭菜互因食，嘛要互遐个无饭通食的人，拢袂去枵死。你吼，就是啥物代志拢替人想啦，拢嘛毋知好我是歹。哎呀，这拢是迷茫啦，莫讲啊，来去做事啦。嗯。到底是用走对场啦？是出来。哦，你有搁咧拍人哦？有啊，咱店即马开二只啦，一半人客都无啦，啊，规工当了帮啊，一只搞到糊糊甜啦。我唔拍帮是要创啥？啊，煞袂晓说你救人客呀？无喏，我是剃头店的头家呢，我哪会使去外口求人客啦？安尼是强笑。哎哟，啊，总是爱想办法啦，安尼毋才有钱通啊趁。对啦，来找保证，拜托伊甲因斗救人客。保证？保证。保证咩？好。保证代志啦，我无骗你哦。那阮生出来功夫是一流的啊！今仔甲你剃这两头，哦，看起来加我少年嘞。真好真好，啊，我这个头吼，啊，这个门面吼，互阿华来甲我洗啊个吼，啊，有够缘投的，是真多谢真多谢。阮你的。啊，偌济钱啊？哎，保证咩？哈，免啦，啥秘书的啦，哈，只要你若介意吼，顾你学路有着。安尼我就欢喜啊！免钱哦，免。好啊，我这个头啊这门面，安尼互你甲我洗啊个遮水，啊，我免钱，啊这歹势啦。哎呦，哪会讲安尼啦？哦哎，保证代志啦，用你就较济咧。不过吼，后边甲你剃头绝对免钱的。哦，人家吼，加介绍一寡来咧。真实的哦。对啦对啦。哦，安尼以后吼，我这个门面吼，拢总都要靠你甲我洗啊个落哦。绝对无问题。哦，啊那恁店的生意吼，我会当互咱全庄仔来人来恁遮排队剃头。真是的哦，安尼好安尼好。安尼好，多谢保证病，安尼以后吼，都爱靠保证病，多多照顾。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啊我要先转来去啊。顺家啊！保证代志，顺家。保证代志啦，咱家都加叫一寡来呢，爱记咧哦。头家娘，你哪搁来啊啦？若是互阿母看到，就害啊啦！庙口大拜拜，啊，我去分着一碗菜尾啦，啊，内底有肉呢。我想讲哦，你有心哦，我专工摕来要你食啦。多谢你啦，你摕转去互你的孙食啦吼。无要紧啦，阮哦善食人吼，无即个福气啦。啊，你平常时啊吼，拢对阮妈孙仔遮好。啊，我也无啥物通啊报答你啊！即晚吼，你一定要甲我收落来啦。就好食的呢。
真芳吼。啊，毋过足可惜的，我最近病囝就惊臭臭的，一直拢会想要吐。多谢你的好意啦，安尼就有够啊。咁真是嘞。你紧摕倒去互你的孙食啦，你紧转去啊，我还有工课要做咧。头家娘，紧转去啦。头家娘，啉茶啦。秋兰啊，有偷食饭无？哎，啊，着奇怪呢，伊的胃吼，敢若铁做的，迄敢若啉水就饱哦。我看伊偌倔强啦，会当忍耐偌久？头家娘，我想哦，像兰应该是惊你的啦，才毋敢食。惊我？伊是咧做互因翁，做互因大哥看，心肝内啊，毋知偌怨愤我咧。生一个囝，就想要爬我头壳顶，搁早咧啦。讲到囡仔吼，啊，你敢袂烦恼？伊若无食饭，会去咬着囡仔？啊，袂枵死啦，等你烦恼啥嘿？先啊，爸，还有人客无？一个尔啦。啊，一个尔哦。还是讲吼有看也无啦。啊，都无正白啊啦。啊，无铁免省的。是讲吼，若要怪，嘛都爱怪保正白啊啦。啊，无介绍一个人客来，我一点仔生意都拢无。啊，当作是吼，讲甲遐尔啊好听啦。讲啥物我只要若开剃头店吼，伊就规整个人吼踮咱兜里门口排队啊，要来剃头啊。对是法啦，啊，干那靠保证嘛，毋是办法。啊，是讲生意遮尔歹，啊，你敢无其他的打算？我嘛毋知影啦，先多一站啊，才搁讲啦。是话啦，做人哦，着爱活。做牛就爱拖，啊，较忍耐，迄厝边头尾吼去甲因招，啊，因就来甲咱交管。才搁讲啦，阿爸，你头早嘛发长啊咧，来，我来剃剃的啦，反正家己讲免钱的啦。免啦，我的头吼无要紧啦，别人的较要紧啦。我是咧烦恼讲，安尼啊无生意是要安怎啦？烦恼无？有去想到无？早若知影会弄到，我都留予米家店的少年的头家娘食就好。少年头家娘，敢若是秋兰？阿婆，你讲的是毋是头前我交迄间米家店的少年头家娘？那就是已经啦。阿婆，啊你谁啊讲你这要留予伊？你敢捌伊心？少年头家娘吼，实在足好心的啦，真正照顾阮善良人。为着摕暗毛甲蚵仔，互阮两妈孙仔食，煞害伊去互因大家拍过骂。我伫外口有听到因大家吼，无爱互伊食饭了。若毋是伊吼，阮两妈孙仔吼若枵死，嘛无人通小姐问。阿婆，我甲你讲，我就是你讲迄个少年头家娘的翁啊，你即摆讲的敢拢是真实的？真实的啦，真实的啦。
金花啦，啊，恁头家娘讲要去倒位啊，当时会转来无？伊讲去买鱼啊，啊无讲一当时要转来啦。去买鱼啊？嘿，哦，好好好，小兰啊，营养煮鱼啊饭哦，你要加食一寡，身体补补的，哦。多谢阿爸。哎呦，大香奶奶，大香奶奶，去了变转啦！小兰，你个，小奶奶啊！小兰，哎呦，对，紧到回去吧，紧到回去，咱来瞧。无代无志，哪会混混倒？阴款啊！我等你是咧靠安怎样？头家，大小奶奶足可怜的呢。足可怜的。是安怎你讲我听？我唔敢讲，我惊头家你会感冒。你过来，你过来。你老实讲，有啥物代志我替你担。千里路，万里情。天下的母亲第一个。我才咧欢喜讲你替我担教咧设想，陪阮到树兰生囡仔，现在你愈做愈超过。我也知你一直看伊讲你袂生的代志，我也真体谅你。你是毋是到你这过分？你竟然敢唔食饭？无你是算要从树兰北倒来迄个囡仔甲饿死去无哈？啊，打才偌久尔，敢会枵死哦？大人都昏倒啊！啊，万一囡仔若趴喺北倒来咧，啊，要安怎？你知影你咧做真超过无？这明明就是伊唔对啊！伊吐细米啦，对时大人无尊重啦！啊，我安尼教死，我唔对心。我坦白甲你讲，以前啊，啥物代志我都会用小让你一个。即便树兰北倒来迄个囡仔上大，事事项项爱让伊。啊，有树兰平平安安将迄个囡仔生出来，其他的代志拢无重要。好啦，好心互雷精啦，我心的拢卖插啦，啊，着看伊甲厝内面的米吼拢败掉啦，啊，甲时大人气死，安尼好无？阿姨啊，你是我过分的呢，竟然用这样方法咧考倒阮某，你叫我以后是要搁尊重你啦？喂，不准你对时大人无礼貌。杜三，你袂当怪我啦，我看到树兰倒喺面床顶拢无冤气，你叫我变安怎搁忍袂掉啦？我拄则已经甲讲过啊，后摆伊袂搁安尼啊。哎哟，我哪会敢啦？啊，打昏倒一届尔，啊，我着变成苦到新妇的大家哦。上好吼，我拢莫交插啦。啊，若无树兰，若万一发生啥物代志，啊，我着变做担家大罪人咯。对啦，阿姨啊，你上好是保庇阮树兰吼，伊拢无代志啦。酸啦！你看恁囝安怎甲我讲话啦？好啦，上好互恁囝跟恁媳妇甲我气死啦！啊，你通我搁娶一个啦！爸，你是咧讲啥啦？玉辉，玉辉啊，玉辉，我无代志啦，你莫甲阿爸阿母生气啦。都休困就好啊，你是起来创啥啦？阿爸，我无要紧啦，你莫搁追求啊，害厝内面乱糟糟，我承担袂起。树兰讲安尼对，咱拢一家人啊，代志到这煞，莫搁再计较。小伟啊，带树兰入去休困。是。啊好啊，树兰，你甲我会记咧？弟吼，我毋但是应该骂你，也是爱学落你啦。我毋是好好啊。搁讲好好，人分去，你害我甲阮阿爸才所有惊死，你知无？是的啦。你毋是甲我回失礼啦，是爱甲咱囝回失礼。
下的母亲爸，伊个。啥？你要搁戒酒啊？哎，我家遐酒拢无啊。啊，恁去啊啦？我唱一寡羊刀咧。都阿弟啊，酷酷扫啦。搭饲草药啊，食无效，我叫阿丁啊摕一寡羊刀食，叫伊啉看卖咧啦。啥？我羊刀爱本钱呢，连迄个爱倒贴面咯。无啥代人。好，好食阿坤啊，恁囝阿发了有爹无？拄好出去啦。哈？出去？无啥代人啊？你是要讲生活来介绍人客遐？无喏，今仔日啊，我要去检察厅开会，所以我这个头啊，要叫恁阿发啦，甲我视野个一个。人客还袂介绍破个，都搁甲你做啥秘书的哦？对，无啦，我去检察厅开会，迄检察厅遐个人啊，拢是安有头有面的啊，所以恁生活啊，若有将我这个头视野个较好势啊。去检察厅遐，互看了会满意啊！吼，到时遐大官拢走来找恁新发来剃头，吼，恁剃头条生意哦，就做袂完啊咯。你有道理哦。宝姐，是讲是安那无代无志有遐一个大官来伫遮咧开会啦。哦，听讲南苗啊要战争，即摆要来台湾调兵啊。南苗哦，南苗伫倒位？南苗都伫。甲你讲，你也唔知啦。讲到你知，我手都拍甲去啊！紧来啦，叫恁新出来紧转来甲我接个头吼，视野个好势啦。若无吼，连日仔你剃头店生意就免做啊。一千